满球数垒上的跑者提前启动，林子豪这个球打得并不扎实，在中右半边，不过飞得还蛮远的。来看一下，最后球是落地形成了安打，这下子垒包上面的2位跑者都有机会回来得分了。感觉上打击之后的脚步有点滑开来哦，不过林子豪还是把这个球送到了中右半边哦，落在了红土区。这个打席的第6颗球，林子豪出棒送到了挤压，在左半边看看有没有守备的机会，结果是落在了游击手跟左外野手2个人中间。哇，林子豪今天这2棒帮助狮队是再添分数啊！1好3坏。这个球扎实的咬中，来看一下，那右外野方向应该是留不住了。陈子豪目送这个球上看台，林子豪2分打点的全垒打，把垒包上面的苏志杰给送了回来啊！林子豪个人中华职棒生涯的第1轰出现在了4月11号。这个前面的重播画面看了2次，对啊，真的是天敌耶！结果林子豪说：“这一次我就扎实的打中给你们看啊！”郑凯文的天敌，哇，这一棒真的对郑凯文产生重伤害了，保持领先的重要工程了。这个球带到中间方向，穿越形成的安打，以这个位置要拼3垒是不太可能的，不可能。不过4支4了，哇，那今天的状况真的是特别好。好，古林瑞阳在今年的第3场出赛，目前是1胜0败的成绩。总计2场比赛投了7局 ，WHIP 2.14是偏高啊，防御率6.43也是稍微多了一点。主要的问题还是在于说他的4坏球保送投的比较多一点。这一球擦棒被捕，所以152公里的速球啊。回棒落空，结果高国林也是跟刚刚张冠廷类似的球路啊，遭到了3振。对，就只有看球数，后面就撤出江在撤啊。对，哇，这球出棒过半没有问题了，完全被引诱到刹不住车。想想中间用过多少游击手，那林伟恩这个名字，他不知道还记不记得？好，这边看到王振堂挥空遭到3振，可能球路都雷同哦。哦，这一球进来了，主审拉掉了李宗贤，李宗贤摇摇头。回棒落空，申浩伟今天吞了2K。哇，高角度来追打，结果呢，回棒落空，王振堂遭到3振。哇，这一球完全被他的这个速球，而且高角度啊，给完全忍不住了。回棒落空，结果张冠廷再一次的被3振，今天第2次领到老 K。所以今天既然徐若曦出来，蒋少红就辛苦一点，这个变化球掉中了打击的高国林，还是要非常小心啊。回棒落空，徐若曦标出了今天的第2K。进垒点要够刁钻啊！哇，像这球就非常的精彩，内角150公里 K 掉了林哲轩。这个球 high fastball 挥棒落空，打击的王正堂遭到了3振。变化球过来，主审直接拉弓箭，徐若曦再飙1K。2号球没有坏球，这个球挥棒落空，徐若曦飙出了这场比赛的第6K。回棒落空，徐若曦再飙1K，这场比赛第7K 出现了，3.1局7K，哇，再补1K，149公里，今天的第8次3振，第9K 应该要到手。好球，没关系，马上补回来。这个发球投得漂亮啊！徐若曦用变化球让申浩伟拿香领老 K， 回棒落空，擦棒被捕。150公里的速球，哇！今天徐若曦第10K 出现了，真的不容易啊！哦，哇，太棒了！但是其实球到了。说为什么他已经用完2次了，他为什么可以主动来看？哦，这边是直接把145。啊，这球内野的滚地球，游击方向，游击手接到，哇，是三垒来补啊！哎呦，哇！哎，有还是有踩到啊！哇，但是又拉到了。哦，朱祥林，这个还踩得到吗？再来看一下这一球，啊，跑得不太够，应该多跑个半步。哇，这个有踩到啊，厉害了！这边现在是吴瑞胜来守到1垒啊，让朱祥林来守到游击手的一个位置啊，延伸到最极限了。
但这边现在是主审有意见吗？该不会主审觉得没有踩到吗？ 7局之后，哦，是主审自己要看，厚一点点啊。我觉得8局之后可能比较适合。我自己觉得啦，7局的话会觉得有一点点多了。好，这边电视辅助判决 out 哦，没有问题。经过第2次的确认，吴瑞胜的全身延展性还是能够抓到球，还没。 哇！脚尖一直跟在，哇，跟在难怪会快拉伤哦。这等于是踮脚还伸到最远呢。哇，这要请个宵夜。哎，这边叶总上来，这边有点火爆。但刚刚是确认不是一个奥斗的判决吗？ 那为什么叶总在画面一回来就被赶出去了？哇，还是不满主审来做这个电视辅助判决哦。因为画面一回来没有拍到，所以我们这边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哦。 因为通常辅助判决完之后，就尽量不要再。通常抗议的话，裁判的容忍度会比较低，因为已经去看了。但最后判决是奥斗啊。对啊，是对魏全龙有利，可是他觉得，现在叶总又回来了吗？ 哦，在休息室。哦，是有丢头盔进来哦，但因为画面一直没有带到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哦。就国珍对于场上状况的了解，现在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？就你观察，因为我真的看不懂现在是什么样子。因为刚2个人在很接近的那个画面没有拍到，所以不知道当时是叶总上来是针对哪一件事情。因为最后判决是对魏全有利啊，那猜测有可能是叶总觉得说，为什么他已经用完2次了，他为什么可以主动来看？哦，这边是直接把这个就给丢出去了。大几个讲线，不行。好，让我们当地团队